70蚊一碗米線，你仲食唔食得落？以前我哋去食米線，係因為佢平、靚、正，係窮人之友，係學生哥同埋打工仔嘅飯堂。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呢啲平民美食變得一啲都唔平民。當你見到張單加埋凍飲要成80幾、90蚊嘅時候，你心入面一定會問：究竟係我窮咗，定係呢個世界癲咗？今日我想同大家深挖一下，點解曾經稱霸全香港、全盛時期直頭係香港文化符號嘅譚仔，會行到今日呢個咁尷尬嘅位？甚至有傳聞話佢哋要面對退市或者大規模收縮嘅危機。而喺呢個時候，點解嗰啲過江龍即係國內落嚟開鋪嘅品牌，反而可以喺香港呢個咁難做嘅市場入面贏盡街坊嘅心？我哋先返去講下個背景。喺2000幾年、2010幾年嗰段時間，譚仔米線直頭係一個傳奇。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去食譚仔，真係一種享受。雖然要搭台，雖然姐姐啲口音好重，但係嗰份味道同埋個價錢真係冇得輸。當時30蚊就有一大碗，加個土匪雞翼，直頭係人生高峰。但係隨住時間過去，2017年之後，日本嘅東利多集團收購咗譚仔同埋三哥，將佢哋變成咗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大家以為有咗日本公司嘅管理會做得更好，點知結果係慢慢走向咗連鎖化嘅死胡同。2021年譚仔上市嗰陣真係風光無限，個個都覺得佢係香港餐飲業嘅奇蹟。但係你睇返2024年、2025年嘅數據，佢哋嘅業績真係令人心寒。利潤跌到慘不忍睹，甚至有傳聞話佢哋喺某啲地區嘅分店要陸續撤退。點解會咁？第一就係我標題講嘅價錢，70蚊一碗米線，如果你係用真材實料、環境優美、服務周到，香港人係肯俾錢嘅。但問題係，譚仔而家俾到啲乜嘢大家？味道標準化到一個地步係無咗靈魂。姐姐嘅服務亦都因為追求效率而變得機械化。當一個原本行性價比路線嘅品牌，價錢去到70、80蚊，而質素仲停留喺以前嘅水平，咁街坊點解要支持你？再講下2023年、2024年開始瘋狂湧入香港嘅過江龍，呢啲來自內地嘅品牌，好似係酸菜魚、湖南米粉，甚至係嗰啲燒烤店，佢哋真係好識玩。佢哋知道香港人而家追求嘅係體驗感。你入到去，裝修靚唔靚？手機點餐快唔快？最重要係人哋嗰份抵食係真係睇得到。我試過喺旺角食一間新開嘅過江龍米線，同樣係70幾蚊，但人哋個湯底係真係用大骨熬出嚟，唔係化學粉，個配料係豐富到溢出嚟，仲有無限續加嘅小菜。對比之下，譚仔嗰幾片薄到透明嘅肉片，真係高下立見。香港人唔係冇錢，而係香港人越來越識得揀。喺2026年初嘅今日，我哋睇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一邊係老牌連鎖店話生意難做要執笠，另一邊係啲新開嘅過江龍排晒長龍。呢個其實反映咗一個事實情懷，唔可以當飯食。你以前做得幾好都冇用，如果你唔進步，人哋就會超越你。特別係而家北上消費咁流行，香港人到咗週末就去深圳、廣州，見識過人哋點樣用30蚊人民幣做出高品質嘅餐飲，反到嚟香港，你叫我用3倍價錢食一碗退步緊嘅米線，我真係過唔到自己個關。我哋再睇深一層，譚仔黯然嘅背後，其實係香港連鎖餐飲業嘅一個縮影。呢啲公司為咗要對股東交代，要不斷追求毛利率，結果就係不斷壓縮成本，或者不斷加價。但係餐飲業嘅核心係人同埋食物。當你將個重心放咗喺財報上面，你就已經輸咗俾啲用心做街坊生意嘅對手。嗰啲過江龍品牌，佢哋嚟香港唔單止係帶咗資金，仲帶咗一套好成熟、好競爭導向嘅玩法。佢哋知道點樣用最短時間吸引流量，點樣用供應鏈優勢嚟壓低成本，同時維持到個食物質素。你可能會話，過江龍都係得3分鐘熱度，
但係我睇返2025年成個市場嘅表現，好多呢類品牌已經成功喺香港扎根。佢哋唔係只係做遊客生意，佢哋係真係搶緊譚仔、茶餐廳呢類原本屬於街坊嘅市場。點解？因為佢哋識得尊重消費者。舉個例，有啲店會標榜唔好食可以退，或者湯底唔濃免費換，呢種服務態度喺以前嘅香港米線鋪係完全想象唔到嘅。以前你去食米線，姐姐唔黑你面已經要還神，而家有得揀，點解我仲要去受欺？再講返個退市嘅話題，其實退市唔代表一間公司玩完，但代表咗資本市場對你嘅模式失去信心。譚仔由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嘅家族生意，變成一個冷冰冰嘅上市集團。呢個過程入面，佢哋失去咗最珍貴嘅嘢，就係嗰份同香港人共鳴嘅感覺。以前我哋會笑譚仔話，會覺得係一種親切感，但當你發現呢種親切感變成咗一種營銷手段，而食物本身又越來越難食嘅時候，呢種共鳴就會變成厭惡。喺2024年、2025年間，我見到好多後生仔，20幾歲、30歲嗰班，佢哋已經唔再去食呢啲舊式連鎖店，佢哋寧願去啲精緻啲嘅咖啡，或者去試啲新口味嘅酸辣粉。佢哋對品牌嘅忠誠度好低，對價值嘅追求好高。如果你提供唔到超越價錢嘅體驗，佢哋會毫不猶豫咁轉會。呢個亦都係點解啲過江龍可以贏到咁快嘅原因，因為佢哋夠新、夠快、夠大方。其實做街坊生意最緊要係一個誠字。我以前去深水埗嗰間老鋪食，老闆雖然忙到踢晒腳，但係你會見到佢對每一碗米線都有團火。而家你見到嘅係一排排機械化嘅爐頭，同埋一群想快啲收工嘅員工。我唔係話員工有錯，係成個體系出咗問題。當一間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佢就好難再維持嗰份初心，而呢個空位就俾咗啲有備而來嘅過江龍有機可乘。有人會問，香港嘅餐飲業係咪無得救？我覺得唔係。你睇下有啲小店，雖然都係賣60、70蚊一碗嘢，但係日日大排長龍，因為佢哋有自己嘅特色。而家個趨勢係去連鎖化，大家中意有個性、有堅持嘅嘢。譚仔嘅問題係佢變得太普通，普通到你覺得食唔食都冇所謂。當一個產品變得可以被隨意替代嘅時候，佢就已經失去咗議價能力。70蚊一碗米線，其實唔係貴喺個價錢，係貴喺個唔值得。講到尾，無論係本地薑定係過江龍，最後贏嗰個一定係肯聽食客說話嗰個。2026年，香港嘅餐飲市場會更加激烈，我哋會見到更多內地品牌落嚟開鋪，亦都會見到更多老牌連鎖店面臨轉型或者被淘汰。呢個係時代嘅必然，亦都係消費者嘅勝利。因為有競爭，我哋先至可以喺俾咗70蚊之後，唔使再食一碗黯然嘅米線，而係可以食到一碗真係令你覺得贏盡街坊嘅味道。我成日都喺度諗，如果當年譚仔冇上市，如果佢哋仲係維持住嗰種家族經營嘅模式，今日會唔會好啲？可惜歷史冇如果，我哋只能夠睇住呢個曾經嘅米線王國點樣喺呢個巨變嘅時代入面掙扎。而對於我哋呢啲普通街坊嚟講，最緊要嘅永遠都係嗰樣嘢，邊間好食，我哋就去邊間。管你係邊度嚟嘅龍，做得好食，價錢公道，你先至係真正嘅贏家。喺2026年初呢個時間點，我仲想補充一點，就係關於品牌老化嘅問題。譚仔其實試過做一啲改革，例如揾啲明星代言，或者出埋啲好古怪嘅湯底，但係呢啲都係治標唔治本。你個底唔好，你加幾多裝飾都冇用。相反，啲過江龍一嚟到，佢哋個品牌定位好清晰，一係就係做極致嘅性價比，一係就係做極致嘅口味。佢哋唔會想做晒所有人生意，佢哋只係想捉住嗰一班追求口味嘅人。呢種精準嘅打法，正正係呢啲臃腫嘅老牌連鎖店最缺乏嘅。你諗下，如果你而家50幾歲，你食咗譚仔20幾年，你對佢係有感情嘅。但係如果你個孫、
你個仔帶你去食一間新開嘅過江龍，你發現原來70蚊可以食到咁好嘅嘢，你都會變心啦。人係理性嘅，尤其係喺經濟環境唔係咁理想嘅時候，每一分錢都要使喺刀口位。所以譚仔如果要翻身，唔係要揾更多明星，唔係要開更多分店，而係要諗下點樣揾返嗰種以前嘅味道，同埋點樣重新定義佢哋喺2026年嘅價值。而家好多人話香港餐飲業進入咗寒冬，但我反而覺得係一個換血期。舊嘅模式行唔通，自然會有新嘅模式出嚟。過江龍嘅成功，其實係俾咗一個好大嘅警示俾香港本地品牌，唔好再以為靠住個名就可以食一世。世界變咗，食客嘅要求高咗，如果你仲係停留在以前嗰套快餐思維，咁被市場拋棄只係時間問題。70蚊一碗米線，到底有冇人食？答案係有，但嗰碗米線一定要對得住嗰70蚊。當有一日，譚仔可以重新令到街坊覺得70蚊都食得好抵嘅時候，佢先至係真正嘅回歸。如果唔係，佢嘅黯然退市可能唔只係一個傳奇嘅終結，仲會成為餐飲教科書上面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大家點睇？你哋最近仲有冇食過譚仔？定係你已經轉咗頭向過江龍嘅懷抱？我真係好想聽下大家嘅意見，一齊討論下香港米線界嘅未來。其實講到過江龍點樣贏，仲有一點好重要，就係佢哋嘅供應鏈管理。你知唔知好多國內嘅品牌，佢哋嘅食材係直接由生產基地直送香港？呢種規模效應令到佢哋可以喺成本上攞到好大嘅優勢。就算加上香港貴到飛起嘅租金，佢哋依然可以維持到個競爭力。而本地品牌好多時仲係依靠緊舊有嘅採購模式，成本自然降唔落嚟。呢個係一個科技同埋管理嘅全方位競爭，唔係單純煮碗米線咁簡單。我亦都觀察到，啲過江龍好鍾意做會員制或者私域流量。你幫襯過一次，佢就會透過微信或者 App 不斷推優惠俾你，令你產生重複消費。而譚仔呢類老牌店雖然都有 App， 但係用起嚟真係幾難用，啲優惠又唔吸引。呢啲細節加加埋埋，就決定咗一個品牌嘅生死存亡。喺2026年，數據就係金錢。如果你唔識得利用數據去了解你嘅食客，你根本就唔知自己點解會輸。所以，與其話係過江龍太強，不如話係本地老牌太慢。慢喺反應，慢喺思維，慢喺對市場變化嘅感知。希望呢次嘅退市危機或者生意下跌，可以真係叫醒佢哋。畢竟，譚仔係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我真係唔想見到佢最後變成一個歷史名詞，但市場係殘酷嘅，冇人會因為你有集體回憶就俾多幾十蚊你賺。最後嘅最後，都係要回歸返去最基本嗰樣嘢，食物嘅質素同埋誠意。講咗咁耐，其實大家都明白，餐飲業嘅競爭永遠都係圍繞住價值呢兩個字。你俾幾多，我攞返幾多。當呢個方程式唔平衡嘅時候，消費者就會用腳投票。希望大家下次食米線嘅時候，可以留意下我講嘅呢啲點，睇下你食緊嗰碗米線，到底係一個時代嘅餘暉，定係一個新時代嘅開端。70蚊，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係一定要食得開心，呢個先係我哋香港人對食嘅最高要求。喺2026年底之前，我諗我哋仲會見到更多戲劇性嘅變化。或者會有一啲本地小店重新組合，變成新嘅巨頭，或者會有一啲過江龍因為水土不服而退出。但無論點變，追求好食、追求性價比嘅核心係唔會變嘅。我哋作為消費者，最緊要係保持開放嘅心，邊間做得好就支持邊間。因為只有透過我哋嘅選擇，市場先至會進步，我哋先至可以享受到更好嘅美食。最後想同大家講，其實無論係譚仔定係過江龍，競爭其實係一件好事。如果冇咗競爭，可能我哋到今日仲係要食緊30年前嗰種質素嘅嘢，而價錢仲要係天價。正因為有競爭，呢啲大品牌先會感到壓力，先會諗辦法去改良、去進步。
對於我哋呢啲食客嚟講，競爭越大，我哋嘅選擇就越多，呢個先係最重要嘅。所以70蚊碗米線真係無人食？唔係，如果嗰碗米線真係值70蚊，大把人排隊。但如果佢只係值40蚊，你收我70蚊，咁就真係對唔住，我會去隔籬嗰間過江龍試下啦。呢個就係現時香港餐飲業最現實嘅生存法則。希望每一位做餐飲嘅朋友都可以喺呢個浪潮入面揾到自己嘅位，亦都希望我哋每一餐都可以食得物有所值，食得心滿意足。